台语真认真，愈讲愈认真。大家好，关一边。大家好，我欢喜在地新闻的主播林玉丁。最近你敢有感觉吼，天气就是安尼，凉面啊寒，凉面热。有同感。哦，应该嘛，唔是讲凉面寒、凉面热，应该是讲吼，你下中昼开始到下晡这段时间，有够热。到了下晡开始温度开始降低，到下暗的时阵吼，变甲足寒。所以听讲最近大家那穿衫呢，外口虽然是一领迄个羽绒的外套，但是内底是短的。哦，穿短啊，但是这个小鬼是外口一领外套，内底无穿啦。我无啦，我有穿啦，一领啦。哦，安尼哦。嘿啦。啊，你今领热要安怎办？啊，就脱开内底无穿啊。啊对啊，一讲意思。所以你就爱穿衫的吼。因为啊，穿衫啊，对于我来讲是一种负担。我安尼，迄落后摆咱安尼决定一下好无？我会当卖穿来落去。该使。哎呀，我真欢喜啊！真哦。哎呀。唔知咱的乡亲时代有敢会当接受？有要同意无？哎啦，应该是会啦。我身材嘛是袂歹啦。是哦，卖凝住咱的目睭。啊，其实吼，主要嘛是因为天气的关系，咱即马现代人的穿插，跟以早其实吼有真大无共。嘿，爱加用做侪心的，因为像咱较多讲的，有无？像我较多出来，我为着下暗的寒，我下晡中昼出门的时阵，我来上班的时阵，我搁爱穿一领外套。毋专家毋是有建议讲用迄种长头式的穿法。啊，你迄个时阵日头出来的时阵，哦嘛做热，你唔管穿。你就一领日烫就好啊。寒的时阵就一领烫一领，一领烫一领。热的时阵你就一领烫一领烫，一直烫到凉凉。因上主要是安尼啦。即阵仔的天气就是安尼嘛，气象报告定下咧讲的，日夜温差真大。日夜温差会遮尔啊大，上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一种气候的现象叫做辐射冷却。辐射冷却。听讲你学问足饱的。哦，你知影这是啥物原理？要毋过这看会足难吼，应该是讲吼，你要用台语解说，真正有一个蛮困难。我讲互大家听吼。好来。就是。日时的时阵，日头照伫个咱地球顶悬，裤脚开始会变烧嘛。好。裤脚开始变烧，要搁到暗时的时阵，日头会照落来，迄个日头迄光线变少嘛，烧光就变少啊。到下暗的时阵，慢慢迄烧气开始会无去。到半暝的时阵开始，开始无去。散掉去就。到一直到清晨日头。要出来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是温度上低的时阵。所以我理解你的讲法，就是日头落山了后，迄个烧光烧气的慢慢啊散掉，一直散，散到日头要出来进前就是上寒上冷的时阵。嘿，这就是辐射冷却。辐射冷却。对，辐射冷却。安尼听有吼。因为即马什么温室效应啊，温室的效应。这互咱地球的天气变甲足奇怪。对。毋过吼，伫我细汉的时阵，我有当时感觉特别，跟即马对天气的感觉无啥共款。譬如讲，我即马拢感受袂到一种物件叫做西北风。哪会袂？我伫庄卡，伫南部啦。我伫庄卡迄个时阵吼，西北风就是向来足紧的嘛，迄种感觉嘛。我有当时因为阮庄卡迄个所在，就是拢会甲因为我是三合院嘛，三合院。有当时有一个所在，因就用一个竹格啊，用一个竹格啊，顶悬就看衫咧晒嘛。有当时到下晡大概2点3点的时阵，伊本地做烧热的，本地做烧热的时阵，伊向开始大粒雨。开始滴落来，啪开始滴落来的时阵啊，阮厝里的人迄个时阵就讲迄个伞啊，紧去甲迄衫啊收收的，落西北雨啊，阮就紧去甲收了。结果还未收好，雨就停啊。对啊，还未收好，雨就停啊。你伫遐拼甲规个收好收入去，雨停啊。这就是西北雨上大的特色啊。人讲西北雨落袂过残花。是。就是安尼意思，但是有啦，即摆西北雨，若到迄个时间吼，袂啦，若到迄个时间嘛是会落啦，真仔雄雄拼一阵的大雨，一时就搁出日头啊，就搁好天啊。对啊，迄个西北雨吼落了吼，我上期待细汉时阵上期待一项物件，就是讲吼，阮迄厝埕，厝的迄大埕，迄厝大埕门口埕啊，门口埕，就有一种细只迄种姜子。哦，哎呦，
伊就会开始跳出来。迄个时阵就雨单落了，土较重嘛，阮就开始去用迄手抓迄种子。你上介意什么天气？我上介意秋天。秋天为虾米？这咱讲过啊，有吗？秋天的天气真舒适啊，互人感觉真清爽啊。像我对我来讲，我是上介意有西北风的热天嘛。哦，是哦。热天是上赞的天气，因为我穿吊嘎，烫拔体啊，嘿啊，哎哟，咱今仔讲到这的时候，咱要用一寡形容天气的一寡词。好来，你来介绍。我来介绍。你来介绍。好，你发挥一下。第一个，其实吼，讲到热，咱有当时啊就是会讲烧热、烧热。烧热，嘿，翕热。翕热，真翕啦。真翕。嘿，翕热。翕个热。嘿。翕个热就互人感觉就无爽快。是，像咱较多讲吼，黏面啊寒，黏面啊热，这种形容，咱就会当讲，寒热交拼。寒甲热咧烧拼就对啦。对啦。哦。搁有吼，咱常常咧讲啊，有当时啊，即马天气开始要转热。转热要反热的转寒，要反寒就对啦。对，转这个词会当会离热搁寒这个。台语真练转的转就对啦。嘿，对。搁有另外一个，我以前常常拢会甲念做伙念，就是慢领寒，慢领热。哦。对，慢领就是目睭捏，安尼点一个。目一个捏的意思就对啦，目一个捏就变寒，目一个捏就变热，就是咧面寒咧面热，安尼就是寒一个咧交拼安尼。是，你解说了真好。好，我感谢你甲我教导，这甲你学的，这甲你教。真正我唔知，我冇听过慢领这个慢。是哦，阮常常拢安尼讲的。是哦。哦，这就是南投跟台南的差别。好是哦。有影，阮南投拢讲荔枝，你拢讲奶枝。嘿啊，对。我拢讲卡马豆，你拢讲柑仔面。对啊。这就是无共的所在。对啊。讲到冷的，冷吼我上无介意。我感觉吼，其实冷你会使甲穿好安尼较少咧。但是若热吼，迄种翕热是足艰苦的。不热足艰苦的。你若寒时，你个衫塌咧，你就袂寒。衫塌你该穿。搁会咧捂迄个烧包，搁会烘迄个烧气。有烧包你搁会加，你搁会烫烧。你不要买直接捂你的皮肤哦。你爱放你的落地啊！那种化学物质啦，无好啦。哦，你是咱来讲冷，我常常讲的，可能是冷酸酸。无就冷死死。冷死死对。冷死死对，冷死死。无就是讲寒甲的正骨。哦，寒甲的正骨，迄真正足寒。足寒。像迄寒流啊，大陆冷气团啊，迄种物件来的时阵吼，寒甲的正骨。哦，寒甲的正骨。这都有够寒。另外一个，有咱小编甲人讲，这我较唔捌听过，来叫做寒庆庆。哦，寒庆庆。寒庆庆。甲咱的秋庆迄。一个是较舒服，一个是较寒，一个是较舒服，一个较袂寒，一个是袂爽的寒。对。寒嘛，使寒啊真爽啊。我唔知你的心态到底是在讲啥物货。反正我就是支持寒，伊支持热。寒就是无爽快。袂啊。观众朋友你热才是无爽快。观众朋友你来甲我。支持寒。支持热。观众热。观众朋友你来评断一下。你来留言，然后评断一下。咱互相尊重。爱寒还是爱热？嘿，我感觉热是热天是较。寒莫伤寒，热莫伤热。所以咱唔通做人唔通。寒的时阵嫌寒，热的时阵嫌热，安尼咱就真正有这种人，安尼就歹啊。对啦，安尼活你的世间就痛苦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后回这个时间，继续收看台语真冷冻，拜拜。嘿，朋友，台语真冷冻伫 Podcast 嘛听会到哦。每礼拜甲你开讲讲世事，了解新的消息，搁听我来学台语。即马用 Google， 用 Apple， 拢会使听到阮的节目。赶紧看我旁边，我恁个丁，做伙来听台语真冷冻，互你台语愈讲愈冷冻，耶！